集美兼赞师傅，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生活和事业展现了对于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和生活条件的深刻承诺。1992年开始工作后，他创办了青海省第一所民办公益学校集美兼赞民族职业学校，致力于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特别引入藏传佛教因明辩论方式，促进学生的思辨能力。学校28年来培养了近3000名毕业生，深受社会各界认可。为了支持偏远牧区女童教育，集美兼赞师傅还创立了腊家草原女子学校。该校不仅满足了当地对教育的迫切需求，而且展现了师傅对教育平等的坚定信念。通过创办果洛州雪域珍宝有限责任公司及多个牧民专业合作社，他引导牧民朝着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发展，助力当地经济和环保事业。集美兼赞师傅的贡献获得了包括中华慈善奖、全国民办教育先进工作者等多个荣誉。他的工作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也为藏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树立了新典范。教育界、经济界以至环保界的专家学者，如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苏州大学的李振西博士等，纷纷对他的办学理念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学校是青藏高原的教育奇葩，值得更多的研究和支持。集美兼赞师傅以他的智慧、慈善和坚持，不仅深刻影响了牧民的生活，也为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模式贡献了独特的视角。